大家好，我係阿偉，又搞新意思。今次煮第一次煮嘅牛油焗龍蝦尾，食材唔太複雜，但部分係選擇香港嘅食材。首先剪開龍蝦尾嘅殼，去腸線同埋清洗龍蝦尾。跟住就準備食材，將洋蔥切碎。因為街市買嘅蔥比較粗身，最好盡量切細粒。芫茜我只係要葉，同將葉切碎。呢個菜式我用1家之醬嘅蒜蓉醬。跟住準備醃龍蝦嘅醬料，用廚房紙印乾龍蝦尾，再將醃龍蝦醬料均勻塗上龍蝦尾上面。將龍蝦放入預熱好嘅焗爐，以180度烤10分鐘左右，視乎龍蝦呢嘅大細。響焗龍蝦期間，準備牛油醬汁。龍蝦焗好後，加上牛油醬汁就大功告成。喜歡我呢個 post，請 like、share 同俾我留言支持一下。